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放上全球訪問量最高嘅搜尋器 Google 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呢？喺呢度我哋教大家點從零成本達至呢個目標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海量數據變化。所謂海量 ，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搜索有200幾萬，明明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。我哋點樣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能夠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兩大搜尋平台，為我哋嘅產品帶嚟希望，讓我哋嘅產品喺國際舞台上發光發亮。喺呢度我哋示範一啲關鍵詞俾大家睇。喺呢個頁面，大家可以好隨意選一啲關鍵詞去做測試。Waterly Heat Press 係以升華轉移印花機，全球排名第一嘅係我哋公司其中一個關聯產品 GoGoPress Waterly Heat Press。GoGoPress 係我哋呢個產品嘅品牌。我哋講嘅今日自然排位係從第三方外聯帶過嚟。我哋今日嘅外聯係從 YouTube 全球第3大嘅平台帶過嚟嘅。我哋再翻去 Google Video 嘅頁面睇一下，情況好不一樣。首頁10個自然排位俾我哋霸佔咗8個，多咗3個競價廣告。第二頁情況一樣，競價廣告多咗。第3頁俾我哋霸佔咗9個，競價廣告依然存在。第4頁競價廣告依然存在，俾我哋霸佔晒自然排位。第5頁自然排位都係俾我哋霸佔晒，競價廣告依然存在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喺呢個行業嘅朋友或者要進入呢個行業嘅朋友，佢哋睇緊嘅視頻大部分都係由我哋提供嘅視頻，大大令我哋喺呢個行業嗰個權威品牌知名度大大提升。喺呢度我哋為大家送上一個全球化嘅免費視頻平台。所謂全球化，我哋係唯一一間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廣告播出之前，絕不加插廣告去干擾，讓觀眾透過智能手機就可以直接觀賞你嘅視頻、你個廣告，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 Apps。如果大家對上述情況想進一步了解諮詢，大家不妨同我聯繫一下。我哋係香港唯一一家教大家從零成本做全球首頁排名嘅公司。多謝大家。